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新北土城一栋7层楼高的社区主体，惊半暝着火，住伫4楼到7楼的港一口罩，有3个人死亡。今年鸡卵有回无市卖袂出去，为阁向提起市低，农业部表示会开始要求减产。美国 NBA 球星洛克先生威斯特昨半暝过身，食到86岁，各界拢表示哀悼。新闻一开始，先看新北土城一栋7层楼高的社区主体，半暝3点多是熊熊着火，住伫4楼到7楼这共一口罩有3个人死亡。这消防局咧用可能是正火咧用的这个挂草机的电池充电爆炸才会着火，详细过来调查。面积大火一度炭烧，主体全部烧了，住户想要拍火，暗过大火无拍，反倒愈烧愈旺。我觉得爆炸声可能没那么大声，是大家注意都是有火光，才发现火灾这样子。消防人员到现场分进一路来拍火，伫真下巷仔布水线向悬的所在压水，发现有住户受困伫只河边，马上架推来救人。我家后门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位置已经是站在遮雨棚上面了。爸爸好像还要想要再回去的样子，但女儿就是还是把他拉，就是不要叫爸爸不要再进去。顶回事发现场伫新北市土城这7层楼悬的面体已经烧到乌麻麻。13透早3点外，4楼客厅熊熊着火，火势向顶悬窜，搁向厝楼尾顶破开。一爸爸甲查某囝被救出来，暗过50多岁太太甲10多岁后生，还佫有查某囝10个朋友，被发现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医院救袂倒来。4、5、6楼层它是内积的，这个客厅的一角大概有一些充电的一些锂电池。这摆火灾导火点有充电设备，新北市消防局初步判断技术关系用的锂电池。起电的时阵爆炸引起的。这个事件造成了3个人死亡，我们非常的难过跟痛心。我们同仁因为辛苦，其中有一个同仁因为身体不适也送医。干到最近2年，锂电池火灾已经有191件，消防署分析。大部分是产品问题、错误使用、加动力、弄掉所造成。台电也指出，真侪唔对的行为，包含充电的时阵无人顾，伫关粉调射所在充电，佮无换老旧破损的充电线。即马这个事故，火调也中回现场采证，调查详细导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前2年才咧欠鸡卵，今年煞变做是春收节有货无市，卖袂出去。有冰冻业者讲，有的已经拍出去提起市低啊。因为台北市两商工会是搁在发声，希望讲卖食的嘛应该爱降价。农业部表示会开始要求减产。抗能煎出真水的太阳能，鸡卵毋但是早餐店爱买物件，亲像蚵仔煎也爱有鸡卵。一年外前，因为欠卵，结果卵价欠悬，即马煞因为生产过济，寄出来鸡卵煞摕来市低。到消费者这边，我没有觉得便宜啊，我干嘛多买？你量又在那边，然后我消费者我会觉得这样还算贵，我不要多买，那完蛋了。那就多了蛋。一定多啊！多了就拿去喂猪。要调解，不是要喂猪，是要一定要调解，不是要喂猪。两家已经连续4礼拜降价，这礼拜鸡卵产地价甲批发价各63块，每袋斤分别落到17块5甲37块，创近3年来新低。产量伤过济，买气无好，不满冰库，服业者有未少的压力。这边财团养的数量是比以往年多，我们台湾有个疫区也不能外销，所以只靠内需。内需的这个量已经超过12万5千6千了，7000箱都有了，这个都没有办法去消耗这个量。虽然目前鸡卵伤过济，产地甲批发价拢有降价，不过大部分小吃店的两类餐点煞无落价。你讲无？你讲这目前卵伤过济？系啊。百面爱食落来啊，那时候敢袂食啊，食到700哇。因为鸡蛋也是调涨上架还是降价都蛮快的，所以不会去动到我的价钱。餐饮业者进会介绍降无偌济，佮烦恼介绍会叮当，但因维持目前的定价，消费者佮因为介绍无降，都袂加买，一定要解决鸡卵产量伤过济问题。
针对前端的这些生产的部分的调节，那我们现在也会正式的启动就是有一些加速这些老母鸡的一个淘汰，那甚至于把前端的这些种鸡的一个进到蛋中鸡的这个部分，也希望能够延缓。今麦热天，鸡卵消费是小月率去学校休热，团线天气强行，鸡卵销量各会减少。导致农商工会表示，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降价反映给消费者来刺激买气。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官校百年校庆这礼拜就要办，有一寡咱体育的将官接受中国邀请，要去参加因的校庆，佮会办因的居住证加手机号码，这是引起争议。咱日本司令部嘛强调，中华民国伫咧倒位，黄埔就伫倒位。咱的总统赖清德嘛会亲身参加校庆。日本官校百年校庆10日盛大举行，暗过中共请黄埔会记团共款办活动，由国军退伍将领、退伍会主委严德发13承认，有还有真少数退伍将领去中国，暗过拢是个人行动，无组团。蒋公是在这里凤山复校，所以校长在哪里，正统在哪里，更不要中了中共认知战、统战的圈套。针对退伍将领去中国，不排除和中共提来宣传进行阵地作战。严德发证实有检查中共邀请咱的退伍将领，明显是要进行统战，或者爱避免超发国安法等规范。另外，退伍将校要办理中国居住证手机门户，引起外界关心。中共恐吓对待操作，内国法化。尤其是有居住证的你的个资可能外泄，因为你要登记。所以这些都有个人的一些风险，所以特别第一年就是要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安全非常重要。日本也展现正统黄埔的决心，扩大举办庆祝活动，包含黄埔建校百年特典、三军甲机队、中正5号甲机队演出。总统赖清德也亲身主持阅兵。阅兵及校庆的典礼是由我们的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临主持。中华民国在哪里？基本上黄埔就在哪里。共军一直交代国防部13发布查到23只的强机出海活动，其中19只超过中线进入西南东部空域，相近伫花莲干那39海里，有7只强舰伫大海活动。国防部表示，就海空样态、季节性训练要求变化，会看威胁状况来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拜二已经收到总统赖清德准的这行政院复议案，但是6月26进程也未议决，这原本3读过部分，就拢总是无准算。这立法院今嘛召开调解协商，决定6月19、6月20要专院审查，伊邀请倒英台来说明，拍算6月21会表决。立法院这个礼拜二收到总统府核可的行政院复议案，依法必须伫15天内，也就是26进程议决，安尼无原决议就失效。对复议案处理事项，立法院长韩国瑜13透早调集调解来协商。韩国伫进入主题进程，哪立白党团都因为发言顺序一直伫修正。4个党团的总召躲在议场背后的小等一下，我回答你好不好？你现在有没有针对主题在回答？现在是可以插嘴吗？那如果你插嘴，有不支持他？动不动就骂人骂什么？我从到有骂你吗？接下来是我讲你不要叫我，你不要讲一次我没意见啊。请你等一下，有错误吗？黄国昌讲2次，回到你身上。什么？哦，是我这个叫吼，你这个才叫吼啦！天地良心。什么天地良心？这个会议我尽可能公平，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不是挑骨头啊？什么叫我挑钢筋？你如果不采调解争论，互立法院长韩国瑜捌起甲利息。国民党团提出2个方案，14院会直接互行政院长倒英台报告，下晡表决；也是17加开专院委员会，由倒英台报告了后，18再去投票。不过，拢互民进党团拒绝，认为时间伤赶，应该爱注重民意，进行充分讨论。伫协商将近2点钟后，由韩国瑜确定时间。融合大家的意见，融会贯通了，就是2点。第一个，6月19号、6月20号，我们召开全员联谊会。第二，6月21号投票。如果院长有需要到这个院会去说明，他也一定会配合院会。我们一切都尊重立法院的安排。我们还是会透过各种的管道跟立法院，不管是朝野各个党团，都会尽量做沟通。那对于民众的沟通，我们也会持续努力来做。
韩国瑜宣布，立法院19到20召开2天专业委员会审查，邀请对应台说明并被质询，各伫2日记名表决。行政院是持续呼吁立法院应该正面回应复议案，也搁再声明复议若是互人好管，就要研究是不是提出释宪。记者综合报道。新的交通部长李明坚今日是第一届去到立法院备询，有关两方出团到底是敢要准？李明坚是在表明，双方都要对等来开放。未来上重要是要提升公共运输的品质。规个连续假期，坐客均有6节的优待。将近特别1个月，交通部长李明坚第一摆到立法院备询，电子简报当中，施政重点之一就是提高公共运输的品质。为明年春节开始，会有连续假期坐高铁客运6节的优惠。另外，规划对非通勤族的族群推出 T-Pass 2.0优惠，相对部分会继续付新车导入提高运能。我们希望高铁的新购的车厢。可以在这个3年内完成交车，那提升33%的这个运量。另外，原定6月7日要去马祖的中国福建采线团煞划停，经伫遐各界关心恢复交流进度。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采线团是延后，不是取消，目前一旦恢复，咱有望希望双方能对等开放。我们开放比较多，好，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自由行过去，那我们现在6月1号。也开始就是说，过去有成团的，或是有规划要组团的，我们也容许他继续的出团。好，所以在认定上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好，那对岸是连自由行都没有过来。对中国团客来台经伫遐袂顶袂当，交通部无写伫业务报告当中，干日强调会扩大国际行销，政府包含转机客等更较侪客源。目标会以117年达成来台旅客1400万人次，各路部分希望能到时阵达到2.2亿个旅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起悬带动台股今日早盘是起超过300点，上悬起到22440点，是搁再创下纪录。那台积电今日开盘是直接跳到923块，今日除息扣掉股利了后，是随个补起哩，上悬阁起到935块，同款是创纪录。搁再加上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在降，联准会嘛保留今年降息一码消息，带动台股今日阁起悬，最后是起263点，收盘是22312点。继续来看，代替拜日下晡，讲有一个旅客坐自强号。向屏东报道。讲到最近的天气是愈来愈热，因为家民众骑机车等红灯等上久去热到，台北市7月到8月有缩短红灯的时间。另外，嘛有规划一种共享机车做电动车专用区的停车格，嘛是全国头一个试办的县市。即马热人高啊，行过路人甲骑奥多摆的民众红灯挡上久去热到，所以台北市自7月至8月伫740个路口的青红灯，拢有减少挡红灯的时间，设伫非常下班的时，逐工透早9点至下晡4点，甲挡红灯的时间平均减少21秒。右转车就已经转不过去的话，这部分我们就会尽量去把它做一个排除啦。所以我们调降的部分，我们也是避开那个尖峰时段，避免对车流产生影响。另外，台湾是奥多摆大国，根据交通部2023年的统计，全国有1454万多台奥多摆。为着要响应政府2050净零碳排政策，鼓励民众使用共享的交通工具。台北市自6月13开始，伫松山区富金里甲信义区行良里试办共享机车专用区，计共30个。伫涂骹有文字标示停车格嘛为那些白色双线，要和民众组织的电动奥多摆专用。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我们会先宣导，那宣导期会到7月30号。那违规停放的机车，我们都会去挂吊环。7月30号之后，还有违规停放的车辆的话，我们就是会依规定来举发。我目前设定大概是2026年，然后在我这一任期结束的时候，然后我里明自购机车的比例，然后可以下降20%。
台北市交通局和3大电动奥多摆业者合作，包括威茂、Iron 和 GoShare 推出租借优惠，希望会当减少民众自用机车的消费意愿，减少绿色运输的使用。今年拍算要举办到9月底，卖宣导到7月3日，避免民众甲机车停唔到车位吃法。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113学年度大学申请今日公告统一分发的结果，分发比例有52.61%，有比去年较低。因为招生的减少，报名增加，这届有11670欠假，是7年来第2多。申请入学是高中生读大学主要的管道。今年51499个招生名额，比去年减2357个，拢总有78187个人报名，比去年加2075人。落尾是有41133个人分发，报名分发率是52.61%，招生名额使用率是77.34%，比112学年度更较侪。今年普遍应该招生使用率都提升了，但是有部分的学校却有下降的状况。你会发觉说，比较不是以理工科系为主的学校，可能在这部分受到的挑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有一寡私立学校把名额寄伫教育部或者是体场。根据精选会统计，大部分学校缺额的比率是20%到50%，甚至有9间学校缺额的比率是超过50%。今年就算是排点头前的学校，缺额嘛超过100个。有11间学校医学系有118个缺额，统计拢总有11671个缺额，虽然是比去年减4450个。不过，这个数字是7档以来第2多。一个学生最多有6个校系嘛，那这些优秀的学生他可能重复录取。中国医师这一次是满的，可是中山医却有缺额，因为这些学生就是重复录取好多个医学系。经商会表示，今年有92.95%学生分发到第1志愿，录取到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就联会表示，今年申请入学的缺额减少啊，如果学生放弃录取的数量应该和去年差不多。在分发入学招生的状况应该未出现大变动。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咱的中基大学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10年前就开始咧合作研究流感病毒，但是有上新的发现，讲 H3N2 这种流感病毒会透过基因重组来进化，增加毒性，造成咱人出现愈严重的病症。流感病毒因为高变种，时常致使大流行，并发重症甲高死亡率。国内中基病院甲中基大学10年前甲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展开流感病毒的国际研究，总算发现重大成果。发现的基因重组的现象哦。那基因重组简单来说呢，就是流感病毒它有8段的基因哦。那8段基因呢，其实在复制的时候常常会放错。好，那很好玩，放错病毒不是就挂了吗？那结果不是哦，病毒反而衍生出更严重的一个它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好，所以在这个突变之后呢，人类可能就没有抵抗力。研究团队收集苏当时计用411个病毒的样本，进行全基因定数，加上演化球分析，这才发现 H3N2 的病毒有真强的复制能力。研究团队透过结合进阶的人工智慧技术应用，排除时常看到的干扰因素了后，模拟出相像的病人感染无同的病毒的结果。证实病毒株的片段重组，才是致使重症的原因。我们使用的比较先进的人工智慧的方式来做一些模拟，来让这个病人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说是重组的这个流感病毒造成重症。透过这项国际研究合作的发表，未来在医学上会当更较精准确认造成重症的病毒株，来正做疫苗准备时的参考。会当帮助研发更较有效率的疫苗，降低流感的重症甲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那根据统计，台湾大约200万人有带糖尿病。咱健保署即马已经有甲 Google 合作，讲甲健保资料库提供给 Google， 透过 AI 人工智慧运算，会当了解到患者未来健康风险。罗斯总统热情地竞选的证件健康台湾，健保署13宣布甲 Google 合作，要运用 Google 的人工智慧技术，开始慢性病风险管理的 AI 医疗照护研究计划。头几些会先以糖尿病病患做主体，运用 AI， 让病患知影家己的疾病风险等级。透过 Google
的 AI 智慧和数据分析的管理能力，共同开发一款 AI 模型。目的呢是希望能够提早预测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的风险，以落实慢性病的防治。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健保署长赵宗良表示，台湾上大的疾病负担，第一是癌症，第二就是慢性病。大约每2个人就有1个人有慢性病，其中以糖尿病病患上多，有200万左右。这个计划会使用健保资料，包括年岁、病史、风险、检验资料等数据，无卡名化了后，参考 Google 的 AI 技术运算，判断每个糖尿病病患未来的风险。AI 的分析之后，可以大概知道你的风险等级。那么高风险的，可能可以预测，给你一个预测，可能未来在1年或3年内，你可能会中风的机会有多少？你会发展成心肌梗塞的机会有多少？去提醒在这个医疗照顾的服务提供者要多重视哪一些的治疗跟用药。这个5年的合作计划资料会去400发传送，而且 Google 会设专用的分段空间运算保护资安。未来也会推向其他的慢性病风险管理，希望会使继续推动83%个患者拢有受个案管理，80%受个案管理的患者通有资源介入，帮助因改变生活方式。落尾80%的病患达成控制目标的3个888计划。记者郭林永开台北报道。那讲到咱台湾有一个食物医师法已经推动真侪年啊，所以因为医师这2字有争议，甲改做食物诊疗师的草案。原来食物诊疗师那为着要填白糖海卖农药，嘛要摕到相关的证照。另外一个这宠物沟通师，敢爱有管理机制，农业部是表示已经定出相关的指引。不少饲养宠物的民众会经由宠物沟通师来了解宠物，不过相关的工作甲认证争议不断。立委嘛关心农业部是不是会对宠物沟通师提出行政指引，还是管理制度？所谓的宠物沟通师，我们农业部有没有打算要进行一些行政指引或者是管理的一个机制？它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科学的一个证据。那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认同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师不合时宜的这些以宠物为名义开业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农业部表明无认同这种职业，但是已经推出真侪年的食物医师法，在去年改做食物诊疗师法了后，13地立法院进行审查。朝野立委关心食物诊疗师是不是影响到农药贩卖，还是畜牧医师的职业？帮助我们农民更精准、更安全来使用这个农药，对不对？是。诊疗师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红火蚁的这个防疫跟那个诊治呢？绝对可以帮忙的108年的时候，红火蚁的整个的一个发生大概是25.9%，那到去年已经降到17%。开的这个诊断会不会影响到农民未来购买农药？不会影响他现在购买农药的任何的模式的改变，他不能直接贩卖农药。这些技师的工作跟植物诊疗师的工作上面会不会有冲突？他原来的技师的证照去处理他专门的工作是100%没有影响。农业部讲，食物诊疗师未影响到现有行业，是会当协助农民精准用药，预防病虫害的工作。目前相关人员独备，全台湾差不多有100人左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先来看科威特曼加夫的全体感觉真烦恼。公司新闻黄玲朋友。后面为着避免中国下价来竞争，俗价吞占市场，但是宣布讲对7月初4开始，要对中国电动车加扣上侪38%暂时的反补贴关税。因中国嘛出声警告，讲安尼做恐惊会损害到中欧的经贸合作。欧元执委会12宣布，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家庭收暂时性反补贴关税。伫受调查的中国3大汽车集团中，比亚迪会互人家庭收17.4%，吉利汽车20%，上汽集团因为配合调查统计，会互人家庭收最高额38.1%的关税。
因为欧盟目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扣定10%的关税，国加新的关税，对中国国内需求放慢，也有继续落价的电动车产业来讲，是另外一个打击。中国外交部10日批评欧盟安尼做，违反国际贸易原则，是标准的保护主义。这起反补贴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欧方以此为由，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损害中欧经贸合作和全球汽车产供链的稳定，最终也会损害欧洲自身的利益。欧盟临时关税为7月初4有效，去年10月开始的反补贴调查持续到今年的11月初2。调查结束的时阵，可能会确定征收大部分有5年的最终关税。不过，若是中国甲欧盟会当达成有效解决方案，无定就会当闪过征收新关税。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部长爱伫11月初2前就新关税进行表决，至少要有11个成员国反对，才会当阻止有关决定。 However, if a member country ignores these rules and acts independently, it is clearly unfair. 目前，欧盟成员国包括法国、意大利甲西班牙的国家，坚持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处罚性关税，通保护本国汽车制造商免受到真相的继续竞争。那德国、瑞典、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是表示反对。针对欧盟的决定，中国商务部10日暗时声明指责欧盟执委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无符合中欧领导人要加强合作的共识精神。 所以要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国进前已经放掉要对伫农业、航空加大排气量的汽车这个领域对欧盟进行报复。北京也已经对部分欧洲州类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讲到美国 NBA 传奇球星威斯特将半暝过身，食到86岁。威斯特就是 NBA 老国先生，伊是 NBA 史上唯一一个。 有3届预选篮球名人堂，佮拍输总冠军赛，嘛照常摕到 MVP 的球权。即马 NBA 票号就是照伊本人本尊所画出来。 NBA 传球球星威斯特10日半暝过身，享受86岁。威斯特生涯上出名的代志，就是1969年 NBA 设计全新的 logo。迄个时阵，设计师参考伊运球的动作，打造应用到即卖的标志，互伊得到标志神圣，也就是 logo man 的外号。 威斯特身悬188公分，拍后卫。1960年，予湖人队第2顺位选到，到1974年退休，拢伫湖人队，捌帮助湖人队1972年得到冠军。不过1969年总冠军赛，湖人虽然拼7场，不过也是输予塞尔提克。威斯特平均共37.8分，也是协选总冠军赛上有价值的球员，是历史上唯一协选的败队球员。 威斯特退休了后，转任湖人总经理，带动湖人队才有的小 time 热潮，过8届帮助湖人得到冠军，2届协选 NBA 最佳经理人。1996年选秀，伊正有眼光选到后来的传奇球星科比，伊甲科比都若亲像爸仔囝，做伙打造湖人王朝。即马2个人拢已经过身。2019年，伊得到迄个时阵担任美国总统川普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百姓最高荣誉。伊表扬伊。 I was a dreamer. My family didn't have much, but we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 and I'd sit alone on our front porch and wonder, if I ever make it to the top of that mountain, what will I see on the other side? Well, I did make it to the other side, and my dreams have come true. I've been able to see the sides thanks to that bouncing ball. 离开湖人队了后，威斯特持续伫灰熊、勇士也个快艇队展现伊的行政专才。优秀的行政能力，互伊伫今年进前以总管身份协选名人堂，这已经是伊生涯第3届入选名人堂。前2届分别是以球员加奥运代表队成员的身份协选，也是到即马唯一3届得到名人堂肯定的传奇人物。 篮球之神佐顿发声明向威斯特致敬，佮讲威斯特都若亲像伊的大哥。湖人球星詹姆斯、NBA 总裁史佛，这个美国篮球界大人物，也拢对威斯特的过身表达哀悼。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当然看国内在屏东马家乡沙拉湾水厂，昨中昼讲有一个34岁菲律宾的移工，去耍水时无细力跌落去，这消防是找5点钟才找到人。 已经不幸死亡。
屏东县消防局拜三中昼接到报案，有3个菲律宾籍游客到排湾村的沙拉湾水墙佚佗，其中有一个查某人无细致落水水，马上出动5车10个人去潮吹。15时17分，消防人员抵达瀑布处。16时36分，以空拍机确认溺者位置，人员随即下切接近。17时43分，将溺者拉至岸边，已明显死亡。后续交由警方处理。根据了解，游客有3个人拢是菲律宾籍，受约到马家乡排湾村附近水墙佚佗，想要到屏东山区最近一直落雨，结果溪水暴涨，37回族人去苏不熟悉地形，和窜流的溪水冲走。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报案来救人。内埔警方就表示，沙拉湾水墙伫马家乡旧排湾部落进入山区按申请入山证，不过这摆3个人拢无申请。部落族人是表示，最近山区拢落雨，而且沙拉湾水墙是部落圣地，当地人是较袂起这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消防局的南西分队开5000万咧起的新大楼，原本是讲去年4月就要完工，所以警方发现讲内底19支条啊，有16支拢是坏的。消防局表示，已经甲原本的厂商解决，改予市府工务局来代办，这规栋拢爱卡掉电器。对篱笆往内面看，工地钢条是拢走出来，几若支条啊是拢放伫遐，起到一半就停工，到现在得要2栋外。这个工地是台南市消防局南西分队的新建地，起了一半启用发现，19支的条啊当中有16支拢是像安尼弯曲歪曲。包商的施作品质不佳，另外一个是建筑师的监造责任。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在追究建筑师的监造责任，也包商已经跟他解约。新建工程有算5000万，预定是地上3层的建筑物，对2022年3月开始施工，预计2023年4月完工。但是却发现条起歪去，只会使拍掉当建。对此，有面对针对浪费钱，质询消防局。未来在营造工程的招标上面，可能要更注意这些营造业者他们的能力跟他们本身体质是否良好。人去顾到这个天气啦、气候啦，不可为的因素，那你也要是让它延期展工嘛。来到南西分队的现址，目前使用的厅舍已经是30栋，对原本的6个人增加到12个人，但是厅舍空间是真细，消防车嘛无地放，连附近加起的临时风舍拢是义消提供，确实是有需要新的厅舍。目前人数已经在增加人员都在增加当中，救助地的空间没有那么大所以会造成同仁一些生活上或者是起居上比较不便。包括施工的包商、建造的单位，到底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专案申请伫救济，甲相关的司法程序当中，只是原本有计伫去年4月中就爱完工的新厅舍，现在毋但进度严重落后，嘛都爱拍掉重做。消防兄弟要有一个安全工作的新厅舍，毋知都要等偌久。记者郑混淡报道。过来看宜兰苏澳的庆安市地定位区已经开始咧施工。不过地主今仔是去到县政府的头前控区，讲这定的主体容积率上济敢若90%，敢若定位区外口一半，佮袂使去超过2层楼悬，影响到土地价值，根本是食人告告。大社化乡外拥挤的考核，大约90名地主透早到宜兰县政府也被报调，诉求是提悬所二定庆安段市地中围区的拥挤率，好处会当起更加悬，增加土地价值，和地方发展。今天就只有简单这个诉求，就是能够县府能够同意我们从化区内也能够是60、180。因为这个所在已经被我们县政府算是说遗忘了将近1甲子。所以实在这个地方太可怜了。庆安段市地中围区面积大约85公顷，其中79公顷的主体区参与第2阶段中划，用积率大约120%，剩的6公顷主体区敢若参与第1阶段中划，用积率低到敢若90%，建筑上悬敢若会当起楼半，互地主真无欢喜。咱较早的厝，若起到3楼的，
咱现在就起到老半尔。地主讲，当地禁止开发50年，真无简单改进，容积率煞比中划区以外的180%更较低。这款的用积规定影响土地价值，是咧甲地主偏。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之后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容积过低而反而导致说后续房子的一个新建或甚至房价的一个影响这其实都是我们县府要整体来做一个考量的。官府表示，过去当地人口甲未来成长的评估，拢会影响到用积率的制定。不过，即马时代背景已经无同，以及即马用积率敢有适合，敢会影响到起厝，县政府会考虑。希望伫无影响到即马中卫工程的情形之下，回应民众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旦经过2年，总算有机会去销去中国。不过，伫咧花莲的产地，即马佫出现灰沙这种白塘海，更加施交出去，佫互人拍倒转来。这个县府是呼吁农民爱赶紧防治。花莲县府最近伫玉里地区进行油鸭园的检测的时，发现有部分区域的文旦油开始出现刺尾加过的云。这个云虽然伫结果子初期真歹发现，不过伫果子发大粒了后，果子皮表面就会出现落落的黄斑。卖相不好而已。可是你现在的消费者观念都是以视觉为第一。大概有多少受到影响的？因为多多少少都有哈。很多这样。你有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喷农药了。OK。目前已经有发现刺尾文旦山区，主要分布伫水水乡、玉里镇、甲凤林镇。县府烦恼族群会因为曝日甲气温增加快速增长，伊咱的农业处已经设6个监测点。像是玉里跟瑞穗，在幼园有设置小黄蓟马的主动调查监测点，然后利用黄森林虫子引诱小黄蓟马，然后我们再计算它的虫数，然后目前我们发现小黄蓟马虫数量是有上升的。然后现在又刚好是柚子的柚果期，因为花莲的文旦已经有2年无外销到中国，今年真无简单有机会销过去。县府烦恼学堂加过的文旦，偏向未来伫出口的时会互中国摕回来。建议农民会当修正果子的树尾，学堂无法度米伫内底。相关的用药甲防治技术的问题，会当找县府动植物防疫所，或者是花莲农改场。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有咧种红棗的所在，不过最近一直咧落大雨，目前结籽结果是无够4成。县府表示准备向中央申报灾害损失，希望赶紧启动现金灾害补助。树仔顶结一粒搁一粒青翠的果子，这是等咧结果的红棗，不过农民煞欢喜袂起来。因为今年结果率跟往年比实在差真多。原本结果就是像这样子。哦。像这样子啊，一颗一颗的，就是量。哇，那只剩2颗。对呀。苗栗县长郑东引一透早就带县府人员到公馆乡了解灾情。这是全国唯一的红棗专业栽种区，今年种的面积大约有80公顷，平均的年产量有240万斤。不过农民表示，因过这个时阵已经进入结果期，树仔顶的果子应该是爱满。今年逐张树的结果率煞敢若剩往年的2-3成。其余的都没有。哦。其余你看，零零落落的，就瞬间的雨太大，变成了花没办法拿。增产一定有跟去年比有一半。农会表示，因为4-5月开花季，有时出日，有时落雨天，影响到红棗开花结果，目前平均敢若剩4成。苗栗县府表示，已经有请各乡镇的公所加强统计，若是有到天然灾害补助的标准，就会通报中央启动补助。这个灾害补助，我们预计1公顷跟他申请个8万块那个中央原则上也同意了补助一定是不足了那当然希望可以补贴农民的损失。那果农这样看起来这个大概只剩下1半上下的这个产量苗栗县府表示，除了公馆，东路迄边嘛有传出灾损，总面积初步估算有93公顷，会紧向中央申报，减少农民的损失。记者苗栗报道。继续来看台东高中游泳池已经用要30年啊，因为几年来拢是抽地下水，下底嘛卡一层水线。学校惊学生去找到，佮建议讲会当穿袜仔来上游泳课。目前体育署已经派人来看过，讲会斗3工找经费来换过路设备。
国立台东高中是原来少数有标准游泳池学校，不过东部水质就水质较悬，会附伫游泳池内底较歹清。最近1、2年传出学生上游泳课，脚底互就水质脆片挂种意外，学校真无奈建议学生穿不要上游泳课，互民众感觉安尼真奇怪。穿袜子然后碰到水，那个感觉湿湿的，还蛮恶心的。学校表示，去年目前出800万改善业绩真侪年，就恢质老旧的滤水器，不过教部无同意。学校拍算相关游泳池，校长也要停办水上活动营队，引起家长反对。教部甲行政院东部办公室派专家到现场会勘，发现池底水深确实严重，可能要用华东基金协助改善。有关这个水质的部分，那目前的机房该更换的，比如说滤材、马达，还有这个遮阳网的部分，其实学校确实有提出申请。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有必要来做到一个更新。我们希望尽快来帮台东高中争取到这个过滤系统的相关费用，以及先让它能够把现有的情况先改善。有民众认为，其实应该请唱水鞋上游泳课，不过学校表示，应强制学生去买，才会建议学生穿鞋造成误解会改进。今学校已经加派进入用水刀清除池底水深，希望伫校座应恢复举办水上活动营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不稳定，过昼就熊熊咧落大雨，婚姻到真侪工厂趁雨来时阵偷排垃圾水。环保局表示，率队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各罚1亿来处分，相当要罚2000万。一条蓝色的管仔对工厂内底涌出来，甲废水直接排去边仔的空地。云林县环保局12暗时接到检举，随派人去稽查，发现伫分科工业区的这间恰时工厂偷排废水。到现场之后，发现该公司的废水厂里面的废水池里面有那个沉水马达，然后用那个软管方式把废水排到旁边的土地上。这个废水池是含氟，所以我们针对氟的部分来做一个检测。还有伫斗六产业园区的食品工厂嘛，趁落雨了，甲无处理过废水直接排入水沟。环保局的水质监测器发出警示，因赶紧派人去稽查，发现排出来的废水是 pH 达4.8的强酸水。我们水质感应器发现水质异常。它的 pH 到4点多，所以我们就请我们同仁前往现场去稽查，然后就发现就是有一家食品工厂的那个废水就是溢流到雨水道里面。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这礼拜云林一直咧落大雨，所连续有2间工厂想要趁这个机会偷排废水，后续会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甲各罚处分，相关会当罚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咧高雄爱河最近，嘛去向发现讲，拢咧流白色的垃圾水。这环保局是一路顺落去到水头，认不来查。发现讲，原来是这附近当咧起大楼，有工地业者咧排红蒙涂擦的废水，相当要加罚300万，要求限期改善。爱河的排水口流出来拢是白色的垃圾水，连源头的排水沟嘛拢变色，是啥人遮尔恶质乌白倒废水？伫仁武的爱河源头，今年才拄完成水环的整治，即马煞有不少的业者偷排垃圾水，民众就讲前几工有看到白色的水流出来，嘛因为遮常常有水鸭被淋湿，若偷排废水，惊讲会影响生态。小水沟流下来了，捞出来有会白白。那个鸳鸯啊，有那个白鹭鸶来这边呢，不可以乱排啊！因为当然那些要特别处理吧。你不是我被最高就倒落去啊那啊！环保局12接到通报，随到场稽查，发现是一搭建筑工地业者使用白色红蒙涂擦，擦了垃圾水无处理，就乌白倒入去爱河大排。环保局表示讲，这间业者是头一摆互查到，针对仁武的排水沟排废水，今年也是头摆接到民众检举，目前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经派员巡线稽查，查获仁武区一营建工地新建大楼暗场，粉刷洗涤废水未经妥善处理，排于前方大排，违反水务法第30条规定，处3万元至300万元。环保局表示讲，而且业者搁来说明，也已经对因开单，会罚3万到300万。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根据文化部调查，台语对阿公阿嬷到孙这三代使用比例，一代比一代较减，一路减了6成。婚礼的观众各中为着要互学生加讲台语，一直拢真尽力来找找资源。不过校长嘛真坦白讲，这母语的推广真正好做，上大的困难就是社会语言平等的意识有关是无够。老师提醒学生爱讲台语，唔拿伫台语课讲，平常时嘛爱开嘴讲。不过学生感觉无啥关系。婚礼观众高中的校长讲，伊若讲台语，会有学生问讲，是安怎要讲台语？因平常时无啥物咧使用闽南语，这我是感觉足奇怪，因为这算装卡。婚礼观众算装卡，虽然老辈有咧讲台语，不过台语传承有关有危机。根据文化部第209年后届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所做的调查显示，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50.82%，甲配偶讲台语的比例是40.82%，甲囡仔讲台语的比例降到剩21.05%。台语第三代中间的使用比例大减了6成。观众高中的校长为着卖互台语放假遐紧，伊带头行动，互台语进入生活。我就家己要求家己，往规个专程就往台语就去讲。校长唔但用行动带动讲台语的风气，第208课纲规定，高中1年啊、甲2年啊，逐礼拜拢爱上一节本土语课进前，学校都已经请老师来上台语课。校长搁伫假日时啊，开台语认证班，亲身教学生练罗马字。阮老师嘛拢做联动的，甚至阮有导师伊会陪学生，是校长咧开课咧教认证课程的时阵，会陪学生吼是假日来学校上课。为着要互学生上台语课的时，嘛通认捌在地的人文历史甲丰富的物产。校长嘛有参与婚礼的本土语辅导团，为各中的台语课本编写补充教材。虽然学校尽力找找母语资源，不过台语伫公共领域使用的比例低，学生会开嘴讲台语，就干那甲阿公阿嬷才有咧讲。会使甲阿公阿嬷开讲，因甲你问，你有法度甲回答。讲的话我感觉较简单，毋过若写的我感觉真困难。校长坦白讲，台语要推广真是足艰难，上大的困难毋是学生无兴趣，嘛毋是家长无支持，是即卖社会认为学台语无未来。升学也是上重要，闽南语都无考啊，既然无考，我会晓讲，袂晓讲无差嘛。校长讲，伊正做观众高中的大家长，考试科目、体育艺能嘛是爱顾到。敢若讲伫咧台语这块有法度做到倒位，伊就会尽力去推广。婚姻观的囡仔，咱要伫规个台湾徛起，咱的特色是啥物？咱的台语应该比别人、比都市囡仔较厉害。虽然即卖大环境语言平等的意识也无够，不过伫咧婚礼现场，有关有一名老师咧拍拼，甲因的学生囡仔讲。台语是咱的根。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中华有一个93岁国宝级的车鼓丁艺术施兆勇，伊是中华县无形文字传统表演艺术的保存艺术，嘛是全台县第一个以车鼓丁登录的保存者。伊一世人咧跳咧研究车鼓丁，望互众人了解到台湾的传统表演艺术。手提开线学阿婆仔行路，佮阿公吐拐仔，甲大家人家笑开开。这位是93岁国宝级车鼓丁艺师施兆勇，搬什么成什么的功夫，也互头摆看到车鼓丁的囡仔人真钦佩。阿公扮演的这个角色很像，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我以前没有看过车鼓丁，现在看阿公这，我觉得很有趣。车鼓丁是一项结合音乐、舞蹈、戏剧的表演。施兆勇艺师10月回到地爸爸学车鼓丁，表演功夫10层，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类车鼓丁的保存艺术，嘛是全台湾头一位登录做车鼓丁的保存者。台湾传统艺艺推广协会就和学校合作，带学生来拜访艺师，认捌车鼓丁。咱这车鼓丁就是爱唱歌。啊，佮爱是俩有咧讲话才用。这车鼓是上于南管的，南管拢有这个地局，
伊这地脚的时呢，伊伫咧跳的时阵，伊就爱唱这个南管曲。车鼓镇足侪人无熟悉，想讲利用这个时间，阿公会使互动啊，做伙讲笑笑啊，下囡仔知影讲，这车鼓镇是遮尔无简单的代志。学校表示，有这边的拜访经验，未来要互学生创作一本石雕俑艺术的绘本，甲国宝级的车鼓镇表演一笔一画记录落来。我来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祝你运动五代同行，嗨谢谢。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泰国有一只象，顶礼拜是生双生啊，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不过象母敢若都唔知影家己是生双生，佮险险啊，甲其中一只打死。加在是工作人员出面来动，两只拢平安。象仔囝我伫咧象母边啊，伫咧冲凉，看起来真古水。泰国第二首都大城府顶礼拜五，象母是一只公的甲一只母的两只古水的象仔囝。不过这母的象仔囝生的过程有点惊险，伊差点互象母打死，因为象母唔知讲家己生的是双生仔，有两只象仔囝。36岁亚洲象贾母朱莉，伊生的是80公斤的公的象仔囝。无到20分钟了后，60公斤重的这只母的象仔囝也生落啊。贾母主理无生过双生仔，当时以为讲后壁生的这只象仔囝是入侵者，是时间真歹来攻击这只象仔囝，大家去换来甲象仔囝拖走。Of course, the mother attacked that baby because she'd never had twins before, because it's very rare, and that had caused her some pain, so she was attacking it. 边仔伫咧看饲这大象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后，赶紧来阻止这象母。不过过程中有人互象母打到，不幸受伤。刚才要让象母停落来，象仔囝也平安无代志。虽然象母已经接受家己生两只象仔囝，也按照泰国习俗，两只象仔囝会等到出世7天了才号名。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3度，东部地区29度到34度。外岛地区26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